都未食食。我去给我回啦。炒面啊，啊，靠，这是啥物用？这什么？这加纸啦。唔是啦，加霜啦，这大只，一行比一行更较贵啦。係啊，请来นะคะ。其實我嘛聽無，這個長的名嘛。唔知咩啦，只嗰邊講七隻。我你讲，你袂歹。哎，无人咧食高赞塔的啦。这三位，一共这三位。啊，你做草莓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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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草莓啊哈。你要陪伊食哦。你有勇敢，好不？好来，来，你先，我先。当鸡的，鸡的没吃。好食不？草莓啊，姜味先。菜菜，做好吃。今天啊。真的嗎？菜菜，都這樣。你食嘢，去你母介好都想要食。你食嘢係迄個，有一種食鹽酥雞感覺。哎呀，你吃那个袂歹，我个叫食啊不，你把食者。如果俾你試下，真有一種鹽酥雞感覺，鹹香鹹香。